圣诗139首，请咱起立吟全首。用使徒的圣经做咱信仰的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17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岛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来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来启应，启应文第59篇。启应文第59篇，现着我来启，恁来用。恁来用嘴宣言耶稣是主。深信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高活，就会得到救。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嘴宣言就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伊的人袂得到失望。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同一位上帝是万民的主，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因为所有求救主的名的人，拢会得救。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救伊咧？都无听到，哪会信伊？拢无人传，哪会听到咧？都无车牌，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
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迹偌尔啊水。毋过，毋是所有的人拢顺探即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呢？所以，信是对听，听是听基督的话。不过，我要问，因兼真正拢毋捌听到吗？当然捌。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这时，咱做伙额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的上帝，愿学咧感谢你，伫过去的一礼拜中间，你保护看顾阮，互阮有平安甲盼望。虽然阮有时有软者，有软弱，阮有时做工无气力，阮有时嘛忧伤流目屎，但是你总是透过你圣经的话语来安慰阮，因为阮知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恩典教阮用。主啊，阮嘛知过去若是伫阮的言行举止顶面，若无合主你的旨意，求主你赦免阮，互阮会当改正，会当行伫你的真理的道路中间，遵行你的真理。主啊，阮嘛知今日日是宣教主日，学青牧区要伫7月份前往马来西亚底宣，要将你的福音传播予马来西亚沙巴迄个所在的居民知影。求主耶稣，你看顾即道的底宣参与的学生，眷顾因出入拢得到平安，因的心心灵拢得到喜乐。所有欠缺的经费，一切拢伫上帝你的陪伴中间，无拄着欠缺。因为阮知影你是慷慨的上帝，伫阮的生命中，一切美好的代志，拢是对你来。求你赐阮有喜乐的心，平安的灵，祝福阮的兄弟姊妹。若是阮的兄弟姊妹，因的伫生活中，也是因的身躯有艰苦，愿主耶稣你的话，成做因上大的安慰。阮也要特别为着台湾来献上恳求，伫即个南部欠水真严重的时阵，恳求上帝你降落你的雨水，轮到即片美丽的土地，互五谷丰收，也互士农工商拢无拄着欠水，也互阮人民嘛会得到够用的水泉。主啊，求你听阮的祈祷，阮也要将阮的礼拜交托伫主你手中。愿主耶稣你祝福讲的甲听的，平平拢得到祝福。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圣名恳求，阿们。这时我来报告。本会消息：第一，本主日是本会宣教主日，敬请兄弟为着宣教的事工关心奉献甲代祷。第二，本主日逐场礼拜中，咱要举行6月份的庆生会，祝福各位寿星平安喜乐，福杯满溢。本会要用专人的礼券甲温点卡表示咱的祝福。第三，本主日中昼12点，要伫3楼会议室召开6月份中执会，敬请全体中执出席，机构首长以及同工列席。第四，本会要定伫本主日下晡甲下主日的下晡3点到6点，伫副堂举办幸福特会。有报名参加的，请咱准时参加。同工，请咱伫2点半进前来准备心参加会前的祈祷。第五，下主日6月14日是亚银教会主日，欢迎周定颂牧师甲周喜悦师母前来咱本会讲道请安，敬请兄弟准备心奉献甲代祷。第六，本会定伫6月21日第2场礼拜举行洗礼式，当天第2场、第3场咱是联合礼拜。若要接受洗礼、更新礼、小仪洗礼的，请伫6月12日进前办公室来报名。若无参加幸福小组的，需要参加信仰的个别，这个课程是需要1点钟。第七，就是咱拄则有伫第1项有讲到吼，就是
咱的底选的时间，咱要伫7月20到7月25日，咱的学生牧区要车派短底选队前往马来西亚沙巴这个所在，费用每一个人是28,000块，敬请兄弟会当奉献祈祷来支持。奉献的时阵，咱用咱宣教基金的奉献袋仔来奉献，请咱注明是为着咱学生即道的底选，愿主祝福大家。第二，具体的消息，第1点、第2点，请咱来咱的办公室来洽询吼。若需要贷款的，请咱伫合作社的办公室来洽询。第3点，6月28日中昼12点，要伫富堂举办鼎王养生奇迹生活健康讲座，内容非常的丰富。欢迎咱的社员伫6月22日进前踊跃报名参加。告解消息，请陈牧师。好，咱高雄中会伫8月29中昼上午9点半到12点吼，有办规中会圣经的考试，要考即个以斯拉甲尼米记、以斯帖记吼，这3本的传记，嘛是读了真深刻的传记吼，咱若要参加吼，这为国小甲国中。也有成人，也有少年，这无共组地点伫德和教会，报名费用100块，因为有便当，阁有纪念品是阁有奖金个人1至3组完成分数75分以上拢有分200块的礼券。第4、5组若冠分的奖金是2000。各组分数前10%这奖金500，团体前3名第1名各5000，第2名3600，第3名2400。这咱会当踊跃读上帝话，参加这个考试真心实咱伫7月26以前爱甲办公室报名。以上报告。这是咱那个今日是。第1主日，时间咧过有够紧即嘛6月，6月的首先是毋是请会当徛起来？6月份6月6月，咱来唱祝因生日快乐。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好，咱来为因祈祷祝福参加来祈祷。最后说，阮奉你的圣名，为着阮6月份的寿星来祈祷祝福。有人已经是年纪长大。有人做阿公阿嬷，甚至阿祖无论阮年纪偌大，上帝你的疼，拢充满着阮，互阮每一个寿星感受着天父你满满的疼包围伫因的生活，互因会当得到今日时势有效，因伫你的生活拢有你的保护，有你的看顾。主有病痛，你甲医好；有软弱的，互伊刚强起来。主伊身躯互伊会当真正做圣神徛起的殿，常常有神的使者降落伫伊的生命内面，互伊会当经历上帝。主因有心肝的祈祷伫伊面前，求你感捌，求你垂听。主求你互因真做家庭，真做教会祝福。上帝恩典。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福上加福，伫因的生命内面，献上阮的祝福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感谢主。好，请坐。这是咱做伙来共读圣经，圣经记载伫哥罗西书第1章24节到29节。哥罗西书第1章24节到29节。现着我来读24节，当我为着恁受这个艰苦，是欢喜。
我为着基督的身躯，就是教会，伫我的肉体补满伊所袂有尽的患难。我设立即个做教会的册用，照上帝为着恁所交付我的即份来圆满上帝的道理，就是万世万代以来所看密的奥妙。答已经显明伫伊的圣徒，上帝爱要互因，在即个奥妙的阳光伫外邦中有偌富有，就是基督点伫恁做阳光的5万个28节，愿传伊用逐样的智慧考劝逐人，教示逐人，要显逐人点伫基督来完全。29节，为着即个我着活，照伊出力行伫我内面的功用来征战。愿主耶稣祝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这是学了，咱要请妇女献歌队。
对下葫芦圣歌队唱出一首真好听的诗歌。这是讲到咱要请陈牧师，伊讲到题目是“补满基督患难的亏欠”。感谢大家平安，感谢主，互人仰望的上帝，将平安喜乐刻伫咱的心内。靠着圣神开力充满伫恁，互恁心内大大有仰望。感谢主哦，咱这礼拜是做咱教会宣教的主日就是搁唤起咱大家对宣教的热情，对宣教的关心今日咱读这段歌罗西书第1章240到290节，咱仰望通过使徒保罗伊写予歌罗西教会批伊所咧表明伊安怎愿意为主来受苦所以这个经文其实对咱即摆教会来讲真无容易，但是也是咱所应该爱去明白、了解咱应该承担的使命有一个宣教神学家伫南非叫做莫西这个神学家伊咧讲宣教到底是甚物宣教是甚物？这是一个神学家伊咧讲上帝是一位宣教的上帝，所以毋是讲教会伫这个世间要完成救恩的使命，其实毋是简单，是圣囝甲圣神借着圣杯将教会会当来进入教会进入伫这个宣教的使命内面，所以这个宣教是对上帝推动这个世界咧推动的一个运动。教会是一个工区咱有宣教，这个教会就有价值拢无咧宣教，这个教会就是袂当做一个好的工区所以新加坡有一个邝建雄牧师讲讲足趣味讲有伫中东有一间迄个石油公司的头家伊投资一个足大的要生产石油的设备就做投资做好要开幕开幕拢有一个开幕的记者会记者问伊讲头家你投资遮济你是准备要生产偌济油是要卖去倒去一冬要赚偌济钱？但是这个老板甲讲无阮生产是阮家己要用
哦，阮这个设备为何阮这个设备尔，大家拢硬去讲到有即款的老板，有即款的石油公司啦，哦，生产石油家己用，啊，当然这是一个趣味啦。这个矿牧师哦，其实是要来讲咱教会啦，咱教会拄啊那个这个老板共款，教会大家吼组织伫遮，大家有礼拜，大家有奉献，教会就有这个财务，但是这个财务吼。那像牧师讲哦，无啊，阮无要去宣教，阮这钱敢若教会内部家己用了就好啊。哦，安尼伊是要讲今日教会哦，咱来听迄石油公司讲，这石油公司老板头壳毋对有问题。其实咱的教会若无宣教吼，现在人嘛看讲到底咱教会是咧做啥？吼所以感谢主，咱是上帝器具受雕。要来这个世界来宣扬耶稣基督福音，所以咱就是爱去做传福音的工作，这就是咱的使命。咱要起来透过福音的大能来改变这个世界。今日的经文保罗讲哦，咱传福音伫遮伊讲，现在我为了恁受苦。我颠倒感觉非常的欢喜我为着基督的身躯就是教会，基督的身躯就是教会。我为着基督的身躯就是教会，伫我的肉体补满伊未有尽的患难。所以宣告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体的结束，就是要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基督患难的欠缺，是亏欠，亏欠，所以新加坡有一个三一基督徒中心简称是叫做迄个TCC 本来咱教会咱甲伊合作一段期间，嘛甲咱教咱的小组这个三个基督徒中心就是对一个宣教师叫做拿俄米拿俄米，这个宣教师伊甲因带领，其实你甲带领，伊一句话影响到这个教会伊一句话其实有去影响到牧师，牧师有听入去上帝透过伊一句话有刻入牧师的心内伊讲。教会唔通停止宣教，唔通停止开拓教会，因为一旦咱若停止，咱就袂成长所以咱无论是去宣教，还是去开拓教会、建立教会，咱就是爱继续的，唔通停止迄个信心的这款的承诺，咱袂当停止，因为上帝国不断爱。前来跑走，咱就是爱不断来去做伊的教会，因为宣教就是道成肉体的继续，耶稣继续就是接着咱，就是要补满基督患难的亏欠，也要完成，咱爱继续直到主来，咱就是爱完成这个使命，所以咱今日读的圣经牧师。用几项甲大家分享。头一项就是讲，这个保罗，伊知影，伊是为着福音来受苦，佮为着福音咧受苦的时伊无感觉艰苦，感觉我是欢喜，因为我会当完成主托付我的使命，所以我是欢喜，感谢上帝保罗伊讲伊是欢喜，补满基督的患难。这毋是讲耶稣伫十字架顶救人，伊伫遐足艰苦改成艰苦无够，咱替伊艰苦，好像伊的救赎无成，咱要帮伊完成，毋是。耶稣已经完成伊救赎的使命，咱毋免搁替伊做即款的艰苦，咱也毋免搁伫遐来补偿什么，但是补满基督患难的亏欠，就是
为着伊的身躯就是教会，教会爱不断来建立这个工作，就是所有信的人爱一帮接一帮，一代接一线接一代，可能为着安尼爱付出咱的代价，咱甲做会成。保罗是为着安尼咧艰苦，毋是伊有啥个定时日价要来完成迄个救赎的使命来艰苦，毋是，是为着要救赎的使命已经完成，咱要将这个救赎的恩典、这个福音来报传出去，咱来付出代价。所以伫遮讲，伫伊的肉体来补满基督患难的亏欠，这毋是救赎的苦难，这是承担的苦难。咱就爱为着使命来承担，咱爱受这款的苦。兄弟姊妹，使徒保罗受掉了，就是爱传福音，去到原北传福音，去到无共款的文化的所在传福音。伊伫迄个所建立教会，受足侪艰苦，受误解，受人送落监狱，受鞭炮，嘛经历足侪患难，足侪危险。咱若读哥林多后书11章保罗就伫遐讲啊足清楚。所以伊咧写批的时伫哥罗西，其实伊嘛为着主即个福音咧受苦，伊还佫关伫迄个监狱内底。虽然伊为着福音的缘故受苦，但是伊感觉足欢喜的，感觉这足有价值的。伊无感觉艰苦，这是欢喜的代志。我相信咱做阿公阿嬷咱若去顾孙为顾孙嘛是爱付出一点仔代价但是你为着孙付出的代价，你敢会感觉足无彩？会袂？袂啦你为着伊甚至减一寡困眠减一寡佚佗减一寡自由受一寡苦你是会感觉足艰苦，还是足欢喜？我相信大家拢是足欢喜的，真正是足欢喜所以阿公阿嬷咧顾孙甲爸母咧带囝无啥共款爸母大家当咧工作，当咧无闲无迄个时间，这囡仔若佫搞怪佫吵影响伊困眠就足生气阿公阿嬷拢袂生气都感觉足欢喜想着足欢喜规工无看就想想要甲看一下这就是保罗那个即款的心情。我今日我做主的工，主互我即款的福气我会当来做伊的工虽然我付出代价，但是看到人灵魂得救，看到这个人生命改变，看这个人生命无共款。这人领受祝福，迄个欢喜是非常大。保罗就是为着安尼欢喜。保罗毋是咧讲你这个人，你毋有问题，遐艰苦，无你都莫做，你搁伫遐，搁做甲遐欢喜。对，我就是做甲欢喜，因为伊就是知影这是有价值的，因为这是救人灵魂的工作，这是主交托的工作。所以这个保罗伊一世人欢喜做主的工。伊讲我着精简好的精简，我着尽跑走路山，我着修所信的道理，直到领受主的报赏见主的面。伫台北乡灵教会有一个伫遐牧50-60担因为较早拢无咧限制迄个陈家俊牧师活到90几岁。伊伫遐牧会50-60担，伊有一个名言，就是讲咱什么债拢毋通欠，毋通欠人的债啦，毋通欠钱。但是独福音的债、听的债，你拢爱永远感觉亏欠。我欠福音的债，我欠听的债，所以毋通随便负债。但是这个债是为了福音，为了听，永远拢感觉亏欠，永远感觉无够格，这是好的。咱为了福音来受一点仔苦，付出一点仔代价，这是应该爱欢喜的。
保留着即款的心情。我相信咱逐个人爱有即款的心情。第二，保罗讲伊做教会的执事，执事就是服务啦，服务传递的福音。伊讲我照上帝为着恁所赏赐我的职分，我做教会的执事。即个执事其实就是车用啦，就是车用你做教会的执事，就是做教会的车用感谢主这是伫即个台语讲车用中文讲执事咱今日教会执事，咱的执事就是要做主的车用主若车我我就去；主若要用我就欢喜用所以保罗佮讲，伊爱甲上帝的道理传到脚边伊袂使暗藏，主爱伊讲的，伊就讲。所以咱来读《使徒行传》20章26节到27节安尼讲所以我今仔日向恁证明，恁中间若有甚物人死亡，罪无伫我的身躯顶，因为上帝旨意我无一项暗藏无甲恁讲，我当拢甲恁讲该讲的拢讲恁也已经听到你要去守就去守，你唔去守，你唔通要作证立送互我你搁伫上帝面前，你爱家己负责任咱每个人拢爱伫基督审判的工作中，或是好，或是歹，咱爱面对上帝。兄弟姊妹，咱拢是爱高效，照你对上帝领受的呼召，上帝予你的即款的恩赐，上帝予你的使命，你就爱尽力去完成上帝所交代。所以信主的人，咱爱认捌主咱毋是讲毋捌主的人，个对上帝拢毋捌所以咱当拢毋知其实咱是一个属地主的人，咱拢因为伊迄个十字架功劳，甲咱赎罪，甲咱赦罪，咱今日所拜的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独一真的上帝咱是有福气的，伊的应允拢袂落空的，所以咱应该更加深认捌伊。咱毋是讲干那听的干那知识上知影可能心理上知影，毋是，咱着爱伫咱的灵魂体、咱的全人内面拢捌伊，咱知影伊，咱接受伊，咱会当信靠伊，个献身互伊。所以我咧讲，咱的信我若分4点，有的是敢若知影尔，第2点叫接受，第3点叫做你会当完全来信靠伊。到第4点就是咱欢喜奉献互伊用有人是安尼知影尔，我知啦，我知有上帝啦我接受上帝，但是伊都袂晓信靠上帝，伊都袂当互上帝用。兄弟姊妹，哥罗西书1章27节，保罗讲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伫基督伫恁的心内有迄个荣耀的盼望。基督伫咱的心内真正伫咱的心内，咱有迄个荣耀的盼望，咱有迄个荣耀的盼望，荣光的盼望。所以保罗就是有即个荣光的盼望，所以伊欢喜做教会的车用，欢喜传递的福音。捌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咧讲有一个寡妇伊敢若生一个囝，都先生过身去都敢一个孤囝尔。这个孤囝后来就是去行船，去行船拢离开足久。这个少年人离开厝了就毋捌转来，老父只有拢家己去做工啦趁钱，后来买厝，厝嘛佫分去租人，趁一点仔钱会使讲足艰苦过日，
到伊包括较年老啊，有一届有一个少年人哦，看无甲做伙，皮肤哦安尼拍到乌乌，佫专互手，讲要来迄个租厝吼，要来找厝住，伊就谈了着，欢喜租厝互伊，就住落去啊。伊毋知影讲哦，到底即个来住的人是啥物人？伊实毋知即个人。毋过住几工了吼，有时就讲斗阵食饭吼，突然感觉讲即个人吼，迄个手势吼，敢我足熟悉的。伊我较早看阮的囝吼，阮的囡仔吼，定定有即个动作，所以伊就甲注意。后来伊真正甲练出来你敢毋是阮囝？哦，伫遐开始哭伫遐甲揽的吼，你阮囝，我目睭都输所以拢认袂出来。这真正是吼，伊的囝吼，后来真正讲妈，我就是你的囝，我真正真不好，我安尼离开厝足久，互你足艰苦即马吼，但你毋免艰苦你毋免艰苦恁囝吼，趁足侪钱转来，趁足侪钱转来我要吼甲你住做伙伊转来，伊无爱互因妈知影，伊。看因妈妈到底是安怎？可能因妈妈是足艰苦咧过日子即马你毋免阁艰苦这是何等的丰盛的荣耀这个奥妙是何等荣耀？原来这个转来甲做事的，这是阮囝哇！我即马囝倒转来感觉足欢喜毋是转来尔，我囝是成功转来，趁足侪钱转来，伊互我会当好好过日子兄弟姊妹，咱原来实在是袂当得到天顶上帝的荣耀的，但是上帝真正疼咱，透过伊囝耶稣基督救赎咱，咱有何等的荣耀？咱有天顶迄个荣耀光芒。保罗是因为这个荣耀光芒，伊咧传这个荣耀光芒，所以保罗伫28节讲。阮传你用逐样的智慧考卷逐人，教示逐人，要显逐人伫基督来完全。为了这个，我着我照伊出来行伫我内面的光荣来呈现。保罗伊尽力要甲人带来到上帝面前。兄弟姊妹，咱要安怎帮助人，伫带来到主的面前，咱。虽然可能无一定讲，我偌有口才，我偌传福音但是咱也有将这个福音刻伫咱的心内这个使命刻伫咱的心内，咱有熟悉的人，咱会当分享咱会当分享，咱的生命当活出这个光芒，我相信嘛会互别人感受到保罗伊就是咧传扬这个福音。伊为了这个传福音，伊尽一切规律，就是要互人来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兄弟姊妹，咱希望咱无论是咱的生活、咱的工作、咱伫什么所在，咱就是会当带人来认识上帝，带人来到上帝面前，会当成做伊的百姓，来得到这个恩典的福气。有一个真出名的这个哲学家叫做培根。这个培根足深刻伊咧批评讲学生有三种，学生有三种，一种学生若蜘蛛的蜘蛛，一种若狗遐的蚂蚁，一种若迄个蜂蜜蜂。伊讲，其实咱基督徒甲学生同款，咱也用这个比喻来讲，咱嘛是真有适合。一个无咧读上帝话人就是那个一只蜘蛛，蜘蛛就是伫咧吐丝，伫咧吐丝网用袂歹，但是挡袂久，毋过迄个狗仔就是看到会食的物件就叫，就甲存起，但是伊
有时曲过头嘛毋知啊，无用嘛毋知吼啊，俺有时嘛无知，但是芳毋是芳，就是讲吼，那个基督徒将上帝话吼啊，佮食入去，但食入去毋是食入无路用，那个伊去采这花蜜吼啊，食入去会变做蜜啦，吼变做有路用，所以咱将上帝话甲食落去时吼，真理的亮光，互咱会当更较有智慧，互咱更较有得救的愿望，互咱有得救的信心，互咱会当有这个见证的勇气、热情。兄弟姊妹，求上帝互咱愈来愈有智慧，愈来愈有智慧，愈会晓免怎共传福音，甲人带来到上帝面前。保罗伊为着安尼，伊欢喜互主用，感谢主吼！迄个伫中国出名的即个宋尚节博士吼，伊即个是真正互主用的人，吼为主来活的人，传福音的人，伊常常为着传福音拢受真侪艰苦，所以伊的身躯无用。到伊要过身的时，伊甲大家讲吼，伊讲我的交际吼，达到一个著名叫季志文牧师啦。我的做人达到王明道牧师啦，毋是咱教会王明道吼，迄是一个王明道牧师啦吼。我咧讲道达到倪拓生，倪拓生足好讲道，但是上帝知影我就是吼，将我家己吼一切拢献互主用，我欢喜献互主用。虽然我无遐敖，但是我欢喜互主用，主就欢喜我。保罗伊伫大马色拄着主了，伊过去要掠基督徒，即马去互主掠着了；过去要逼来基督徒，即马伊欢喜甘愿来做福音的执事，做教会的执事，做上帝的切用，照上帝的恩赐伫伊的身躯顶的，伊欢喜互主用。兄弟姊妹。毋望咱拢会当做教会执事、福音的执事，毋是讲咱一定要选择执事拢会当做上帝切用欢喜来做主的工，将咱会当互主用的献上互伊。这就是这个宋尚节，这就是保罗。感谢主吼！最后牧师讲咱友常教会吼，牧师来友常教会无偌久。感谢主，有领受主的感动哦，设立一个宣教基金。迄阵甲大家讲咱一口10箍，你领10口就100箍，一个月你若献100箍，一档嘛有12箍。你若一口是100箍，10口就是1000箍，一个月若献1000箍，一档12000箍，积少成多。所以咱因为这个宣教基金祝福咱友常教会上大，这是牧师上深的感受。这个宣教基金，咱大家也毋知讲到底是要宣教宣教基金。有人讲我无要做宣教师，我嘛会当做宣教代志，我会当带导，我会当奉献。所以透过这个宣教基金咱培养足侪宣教人才，推动足侪宣教事工，无论是行的宣教、社区的宣教、国内外的宣教，拢是透过宣教基金。感谢主，这120人来，咱有派第宣队出去，差不多嘛伫台湾有足侪所在，去澎湖、去中国、去缅甸、去印尼、去马来西亚、去泰国，甚至去到埃及。今年本来要去到迄个杜拜，但是即摆遐战争无法度咱确实，咱的教会就是爱做福音的执事，咱就是爱来传福音。咱有派这个地宣，当时嘛是讲为着毋望会当派长宣，所以咱即马就派70周年的时候派这个长期的宣教师去土耳其，这已经超过2022年的超过4档啊！感谢主，咱支持这宣教师，伊本来对摕袂到迄个居留权，到摕到，即马搁伫遐会当入去校教册，伊学语言，伊即马当下会当讲土耳其话啊，
感谢主，这就是咱有即款的导主，就是来做这个宣教工作。早时西方的教会找宣教师来，不管马雅各、巴克利、马街、南大逼，就是人栽培伊来到遮学咱的话，直接宣教，来去做教会，来去病院、去学校，来祝福咱台湾。今日世界有足侪真落后的所在，咱来当去帮助伊，就带上帝祝福到迄个所在。所以感谢主，咱为着要回应爸囝圣神三位上帝的即款的宣教呼召，咱就成立一个宣教小组来推动这国内外的事工。咱过去咱是忙伫国外一个叫做宣教主日，但是都足歹排所以咱就无一定时间来排。今年现在伫6月，7月都要出去啊。咱若无甲大家呼吁7月就要出去啊。7月咱的学生即道要去沙巴即道暑假嘛要去花莲的一个国内地选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咱的使命，这就是咱的使命。咱过去有足侪人欢喜为着这个宣教来奉献，所以咱的宣教基金20几吨久唔捌讲无钱，但是即马咱也要长期的宣教，也要短期的宣教，其实也要栽培宣教人才，咱的基金愈来愈少，所以牧师就爱呼吁，望咱兄弟姊妹欢喜为着这个宣教事工来奉献感谢主，咱的教会有即款的短期的宣教互咱的少年人，互咱有志愿的人欢喜去体验，互咱会当知影，真正有足侪所在需要福音，因无听到福音，所以感谢主，咱会当欢喜做这个工。兄弟姊妹，我相信当咱见主的面无一定讲我是牧师我是长老我的报赏会较济，无一定，无一定。伫咱中间有足侪人牧师承认输因舔舔，输因舔舔，因对福音的热情，为福音的道理，为宣教的道理，真正欢喜带人来到上帝面前。我相信上帝的确会纪念伊。伫这宣教主日，望咱会当学这个保罗传福音的精神。我即马为着恁的受苦，毋过我感觉足欢喜的因为为着基督的身躯就是教会，我要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我欢喜为着要传福音，欢喜做上帝的车。这个拿俄米这宣教师，教会毋通停止宣教，毋通停止开拓教会。一旦停止，教会就袂成长毋通停止信心的这款的承诺，咱袂当停止。上帝国是向前的，无咧停止的。咱爱不断为着宣教来奉献、来付出、来祈祷。咱就要为着开拓教会来奉献、来祈祷、来付出。这是咱搁伫世间会当做的，上帝交代咱的。兄弟姊妹，咱参与伫宣教事工咧，参与伫上帝听世间人的活动。上帝是听的君员，教会的宣教就是三位上帝的器具。咱受差遣来完成上帝要拯救世间人的这个行动，所以咱受呼召参与这个行动，望咱会当用行动来回应这个时代的宣告，来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三个来祈祷我先放一张影片，先放一张影片，这个今年咱要去三大根这个所在最近也有发生足大的火烧所以咱小看迄个情形You're the God of this city. You're the King of these people. 这是迄个高雄印牛堂因去
做短期宣告，散大根吼，一寡救济物资啦，去帮助的啦吼，咱去毋是直接传福音，咱当做一种听的服务吼，所以去关心民，恁看到这小阿龟，因为伊也是拢沼泽地，拢大的尔吼，所以拢笑去了吼，所以因就爱个另外找所在来建设。这个巴窑组有100几万的人口这个囡仔若无人通教有时你看受过偌少也袂当去读册其实这个囡仔嘛真巧你若甲教啥，伊就会晓啥你若其实甲带就知，你教歌伊，甚至教咱台湾歌，伊嘛唱台湾歌迄囡仔学习的能力嘛足好诶。你甲伊算啥物？甲伊画图嘛画真水做劳作伊就做劳作，你若无人甲教就逐工伫遐拍拍走。这拢是伫迄个菲律宾的南边的回教岛自北海走来马来西亚，就拢住伫遐海上的民族。结束。好，咱来祈祷。亲爱主耶稣，阮今日教会宣告主日，感谢你伫阮20几年前就成立宣告基金，透过兄弟姊妹，虽然咱的奉献看起来是小可，但是积少成多，会当做真大的事，有栽培真侪人才，会当促成真侪宣告的事工。感谢主，互友乡教会无也做家己满足，会当欢喜来承担上帝的使命。那种保罗会当承担上帝所托付的使命，若无感觉艰苦，佮感觉欢喜。主啊，阮欢喜来做主的工，欢喜来奉献，欢喜来代祷。主啊，阮小可，但是阮欢喜，互你用。主，你就欢喜阮，你要祝福阮，互阮的教会会当兴起更较侪福音的勇士。若伫遮传福音，伫校园传福音，佮会当去到遐无听到福音的所在传福音。主啊，会当来开拓教会，去做教会，会当互上帝国的福音会当来广传。主啊，这是你爱阮做的事工，教会是你的工区，阮也是你的车用，阮欢喜互你用，求你使用阮。主啊，阮求你赐福阮今年，阮去沙巴三大根的宣告，去花莲为着做这教会需要的宣告，拢得到你祝福。主，阮多谢你，赐福阮为着宣告所献上的，你也纪念，你也加倍赐福。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的音回应诗。圣诗550首，圣诗550首，我做基督兵丁，请咱起立吟全首。我做基督兵丁。要好大真切，
主赞我永灭，互我为得胜。求主是大管的，看我无时间。求主高引我天边，我最基督下生，又有何变呢？是上阮和你就见面，心事共同关切，那就求主赞我一生，真叹主年月。求主是大管的，让我无时间，高引我天天，我追求主感情，又何当亲切，我可看我心间的。感谢咱特别为着咱今年伫7月是8月，无论是要去善达根，还是伫花莲的这个地选来祈祷，为着咱教会去到土耳其的这个长选，这个圣母宣教师来祈祷。咱为着咱的宣教基金求上帝用咱感动，互咱会当充足有春。咱来祈祷，为着咱教会软弱的肢体。无论是伫安养中、伫治疗中，还是伫恢复中的，咱拢替祈祷。特别为着即个吴佩玲车祸住院的恢复来祈祷，为着即个活理姐伊已经身躯真衰烂，伫即个拢总安宁病房，咱替祈祷。为着伊丽芳嘛，伫参个大医，咱来为祈祷。咱为着咱所在做软弱的肢体、三体祈祷，为着今日有幸福得回，求上帝祝福，互咱伫即个顶半年也会当有真侪人来为着伫主的名下，咱来祈祷。为着咱的国家祈祷，为着整个世界和平祈祷。兄弟姊妹，咱有啥物祈祷，咱就当用主排列，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3声来祈祷。主啊！主啊，主啊！现在最后所有多谢你，互阮伫圣的主日，特别阮的宣教主日，互阮搁一遍唤起阮对宣教关心。所以望阮兄弟姊妹会当常常为着主透过阮的使命，阮就常常欢喜来回应。阮尽阮的本分，阮也会当祈祷，会当奉献，阮也会当。用阮的气力，用阮的文字，用阮的行动来做正主你所要做正的工。所有伫阮的教会，无论是7月、8月伫沙巴，还是伫花莲所要做一切这工。所以，阮也感谢你，阮会当奉你名为着阮的肢体。为了我理解，为了伊丽芳，为了吴佩玲，为这个软弱的，主啊，你知因的情况，主啊，愿你的保卫力量，愿你的伊伫的关灵伫因的身躯顶，主啊，你的恩典充满伫因，主
主啊，将阮的国家仰望你，看顾阮台湾，特别整个世界。主啊，伫战争中间会当和平。主啊，伫灾难中间呢会当福建。主耶稣，愿意施恩，愿意怜悯。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为着宣告来祈祷、来奉献，尽阮的气力来付出。阮相信主，你欢喜阮，你也要赐福阮。主啊，赐福阮教会逐种的事工，阮软弱的肢体，愿你的医治到伫因，愿你的恩典充满伫因。主啊，阮感谢你，感谢你赐福你的百姓，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性命。阿妹，请坐。这时，咱请执事来受奉献。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赏赐阮有伫会在的能力，阮将这金钱担保奉献予上帝你，做教会事工的路用。愿主耶稣你祝福阮，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圣名恳求，阿免。请坐。祝福车客，请咱永远徛咧。396首，饮食煞，请陈牧师祝祷。阿弥陀佛，求主赐福，我愿心中常快乐。爱给你亲爱无错，欢喜地主卡婆，地主卡婆，见过空呀，出错路。眼光观念，为主性命，总愿心志免惊呀。今日团步八辈修学，是归为主最坚强，最主坚强，最主坚强，无论多奇最更。教会恩典对阮最近，所受灵阮阿家己，阮的心啊无限，恩典无限，恩典无限，孤单将我到世间。咱恁通平安去，互恁的心中上快乐，欢喜君底主的脚步，做主的干净，主的恩典，丰丰富点伫恁，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福上加福，互恁所做一尽亨通，
互恁的身躯勇行，亲像灵魂勇行一样。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甲恁众人三甲二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祈祷闭会。